我的腹肚腰，我的腹肚腰。你是搁咧唱啥？我咧腹肚腰啊。你莫安尼黑白讲话哦，等下搁去互听众投诉。无啦，啊，着拄则休困的时阵啊，我着搁看着大嘻哈时代比赛即条歌啊。敢真是？无啦，其实是唱华语的啦，但是吼，真正有即条歌无你问润少。无爱，等下你搁要勉强别人甲你做伙唱歌。勉强别人甲我做伙唱歌，哎哟，你是毋是爱我？爱你啥？若无你哪会遮了解我？你的尻川哦，规支毛我知咧。规支你讲啊！哎呀，原来你爱我爱甲偷看我的尻川。你着搁较抬哥咧吼。好啦，毋通伫咱来宾头前吼，安尼长干蜜甜。啥物甲你长干蜜甜哦？哎哟，你著莫歹势啦，咱紧开始啦。哦，我真正是变大贼哩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加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是讲啊，咱顶一集开甲遐尼久拢无问润少，你是安怎叫做润少咧？因为润少就是我家己的黑白号的尔，无啥物意思。是啊。对。原来如鸟，那安尼你的朋友拢叫你啥？润饼。润饼。是安怎？是安又搁是润？因为我的本名叫秉润。秉润。哎呀，润饼咧，润饼。嘿，饼过来念就是迄个润饼。润饼，所以阮朋友拢叫我润饼咧。趣味甲若想要问你讲，因为像你台语即摆已经变做是你的扛棒啊，就是你的代表台语啊。你想要问你讲，你敢有想要学一个台语的艺名？无就叫台语就叫润饼好啊。台语就直接叫润饼，因为润少直接念叫做润孝牙润孝，听起来那安尼哇，生肖的哦，润孝哦，润孝无润吉哦。听足干巧的感觉。听起来足干巧，就是安尼，我手会安尼，我手指爱心哦。好哦，那安尼咱继续来问网友的问题。顶礼拜咱问5题，即摆阁有5题，润少你还阁坐一个哦吼。好，无问题。像讲网友知影讲你伫迄服装店做工课啊，要问讲像你的工课，敢有变做你观察会当创作的题材？我其实对别人的穿的衫裤，较无你注意，较无咧注意。我拢较注意我家己的尔。较注意家己，所以你较介意看你家己。对，我对家己的穿的衫、穿的裤，拢有研究安尼。拢有研究，就是你有你家己的风格，就对啊。对。所以你着伫今日路呢，还是讲你做工课的时阵，拢较袂去看别人流行啥？对。你是毋是认为讲你就是流行？对。你就是流行本人。无毋对，我就是想要安讲。你看我头仔惊讲安尼，但伤险。袂啦，我是毋是了解你？你看我是毋是了解你？我厉害。第一条我阁有要讲的，就是讲台南都有。好，想要问你讲台南啊，敢有属于家己的事件、甲流行的物件？我感觉台南的人穿衫裤拢会穿较花。穿较花？因为台南的树仔较济。穿青色的衫，安尼徛树仔边仔就有保护色。就保护色就看无，所以你会使穿甲安尼花巴狸，花巴狸猫，敢是安尼花巴狸猫。花巴狸猫。但是我看你比赛阵穿的衫色水嘛拢足济哦。色水足济，对啊，我拢嘛穿到我比赛时阵衫裤我拢穿到5花10色。对啊，真有你的特色。但是我上介意你的头毛啊。我的头毛。你即摆呢？毋是我的。你上介意的头毛是倒时阵呢？一支金毛的时阵哦。一支金毛的时阵，还是近看到一个金的物件伫遐，润少来啊！所以你对头毛其实嘛有你家己的想法。有，我怎爱变我的头毛的？有你的坚持无？其实无呢，因为我迄阵用一支的，我雄有一天感觉伤热，我就全部甲掉啊。对啊，就雄嘛无啥物坚持。位置也毋是有讲，就讲奇怪，你的头毛哪会变安尼就变做平平安尼啊。伊当真嘛是看到我的时阵是一支的。但是其实伫恁嘻哈的文化内底，无论是穿插是头毛，还是像讲你的，譬如讲有的人会特别画啥物？
画钟，对，画钟其实拢是有恁家己的代表，啊，拢有态度，拢有态度，啊，特色搁有安尼迄手势啊，手势。对，换你啊。佮我，就是想要问讲啊，大嘻哈时代我伫讲啥？大嘻哈时代，大嘻哈时代，还是讲真正有大够歹念。就是大嘻哈时代即个比赛结束了后，你感觉你是学着上济是啥物？我学着上济一定是伫大舞台顶悬的经验。经验比赛经验。以前我拢无录过节目的经验。大嘻哈时代就是我第一届。镜头面对啊，所以你对对敢这是第一届录电台？对，是。电台毋是，所以你有第二届。哈，你有第二届想过别人的电台，安尼歹录啊？我毋是第一个，我歹录啊。安尼就直接念迄个。无，好，我讲出来，好，莫冲动，莫冲，迄经济人啊，你控制一下你的，你控制一下你的艺安尼人哦。要落力啊！毋通安尼。学上济就是伫舞台顶悬的经验，啊，搁有我感觉我台语嘛愈来愈好啊。台语愈来愈好。节目就是一直派歌，派物件互阮写。对。啊，我就一直练，一直练嘿，啊，台语嘛变啊，较好。像讲比赛一条歌，啊，迄啥，我会记你 Rainbow 伊毋是写足济有无？伫壁顶拢带伊的迄，啊，你敢是你嘛是，譬如讲你发表一条歌，但是其实你背后已经写足济。当然写足济。真的啊。不过我毋是用笔直接写的。嘿。我一开始是用笔写，啊后壁我是用电脑拍的。用电脑拍的。啊，像所以你拄则讲，你若迄歌字甲迄歌拼音袂晓，你就写注音。写注音符号。就是家己看有诶迄种。啊，有当时甲写形袂记哩，看无。所以我写完拢会先录起来。巧哦，甲我共款呢。我嘛逐工就是写，家己嘛看无家己写啥。嘿啊。搁有学着含大基，迄个校长大基啉酒。大基校长，大基校长啉酒。你刚才讲校长，阮甲加入去啊，校长。拢啉足粗残的。啉足粗残的。菜馆安尼。菜馆的哦。啊，校长敢有附近，这是重点。有。大家拢是全部拢校长咧付。会使，安尼会使，贵，好贵。果然是大基的。果然，真的，手骨嘛大基哦。出手嘛大基。无问题。就是想要问讲啊，因为有足济做伙去参加比赛的队友啊，你感觉你甲因的感情，或者是甲人的甲人之间的感情，你敢有感觉有啥物款的改变？你伫比赛时阵？有，因为我比赛拢是含央丽做伙。对。央丽就是第一名，嘛是台南囡仔，美甜甜圈呢。甜胖，甜甜胖。甜甜圈，阿兄乔治甜甜圈。对。啊，我拢含伊做伙练，啊，做伙去哩台北较济，啊，嘛含我进前感觉足厉害的饶舌歌手，拢变朋友啊，啊，含因讲话有啥物合作啊？拢有诶，有诶。有诶，拢有合作。其实已经有啊啦，你要偷偷讲者无？尾啊，我含杨丽嘛有一条歌叫《贩子》，爱伫10月底伫 YouTube 即摆伊共听着嘿。哦，听起来。听哦。第三条是我哦。歹势啊。那咧，你学着足侪物件，啊，我想要问你讲，像比赛结束了后，你的生活敢有啥物改变？有啊，我感觉是变较无用啊。变较无用。对，就是节目较济。啊，有一寡演艺工作。啊，我想要偷偷问一下，你跨年，敢有去用顶起来啊？串门晚会哦，跨年晚会。跨年晚会就是串门晚会嘛。串门，有啊，已经顶起来啊。这会使讲无？会啊。我加入去会使吼。会使，我伫台南，伫我上爱的所在跨年，对，伫遐表演。你白白要去台南跨年无？我考虑一下，先看我的 schedule。迄场搁有弹头。Multiverse。就是我会捌都要，我会捌都要。一组阮迄工就是跨年晚会伫台南做表演。所以活动节目已经公开啊，敢公开啊？袂，毋过这是确定会使讲的。确定会使讲的，安尼无问题。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阮遮有上新的资讯啦。所以就像演艺活动，伫路年咧，敢有去互人出来？有定互人出来。
伊一直翕相，一直翕相啊，所以我伫路年凊彩甲你看着，无论你穿啥，是讲穿说讲论啥，我要甲你翕相，敢会使？会啊，当然会使啊。也是，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较对家己较要求的人，你敢会惊讲就是你出去今日无打扮是创？安尼我就会知影讲无方便。可能有时阵是出去，可能买遮物件，还是。我就是讲，像你就是连倒一个粪扫，就是倒一个粪扫，就是挂甲安尼的，我就是论扫来倒粪扫的。无，我即摆出去也是要买超市市场买物件，阮家己包甲，就是拢看袂出来。看袂出来哦，了解。所以买啦，但是我感觉若是买种有礼貌，还是拄着你若方便，其实拢会使甲你拍招呼，对无？拢会使。好，无问题。好。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啊，若是甲做事做曲分开来看，你家己是较介意做事，也是做曲咧？我是较介意做事。做事，为虾米咧？因为阮平常时拢是编曲的老师，帮阮互阮曲一条曲，阮搭家己写词。所以其实伫恁就是 hip hop 文化内底。歌手主要是写词，甲迄编曲的老师来合作对。编曲的时阵，就是我含老师，我伫老师边仔含伊做伙做，就是我互伊知影我头壳内底咧想啥物。安尼伊嘛做，安尼嘛算家己做词啦。一半。对。我是感觉我做词较厉害啊。做词较厉害。好。逐个人拢较介意我做词。逐个拢较所以你身躯边的人甲朋友。比赛参赛者的，就是后尾甲你變做朋友的嘛，是感覺你做事較厲害。无，是感覺我攏做厲害。攏做厲害。我嘛感覺做厲害。因為迄歌曲我都感覺足讚的。足勁的。足勁的。我迄天我看了，我就甲阮朋友講這跨年絕對愛甲招去，這招去現場會嗨起來。安尼你跨年會去台南哦？我會考慮啦。毋好講，我驚聽種朋友走來，想要交見面。你想濟啊你？敢是驚講傷滿，到時陣我找無你吼。對啊，我穿安尼烏嚕嚕，你也看有，我是 AKA 烏嚕嚕。烏嚕嚕一隻呢。伯伯，你敢知影論掃幾歲？我毋知影，毋過我看伊足少年的。你有看覓？我有看覓，20通歲。20通歲。請問你今年幾歲？敢會使講？我是論掃，今年14歲。14歲。阮的無18歲，無通過歲哦。拜拜。我是論掃，今年24歲，我當過24歲生日。接落啊？毋是啊，第5是你呢。第5是我哦。哎呀，這創啥？24歲是一個真衝的歲數，你。會當來大嘻哈時代這個舞台，我感覺真正是足無簡單的。大吉老師嘛，攏有甲你，就是甲你逐場攏甲你鼓勵甲指教啊。說落來音樂路啊，你敢有想講要安怎互家己的作品做較好教訓？教訓就是規矩成熟，就是互咱家己的歌曲較成熟安尼。就是家己愛較定講台語啊，因為我閣有做者台語愛學。即馬就是機會較濟啊，我就會使有較濟資源，會使去做我想要做的代誌。有較濟資源，會當去做你想要做的代誌。像，但是我看迄訪問的時陣，你甲恁朋友嘛攏講台語啊？係啊，迄嘛是，就是阮台南，就是較莊腳的朋友。佇台南較大家攏是講台語。攏是講台語。你是毋是來台北上通過攏是講華語？講華對。你怎來上一個台語的通？其實我台語上厲害的時陣是國小的時陣，迄陣國小國中迄時陣佫比現即馬佫較好。真哦，我問你是毋是咱國中國校攏上到罵人攏上緊對？罵人罵規關。較大漢阿公阿嬤攏無佇身軀邊啊，和爸爸媽媽開始攏講國語，就退步啊。對，一定。真誒，台語都愛較食語言就是愛安尼，就是厝裡若有佇練習的話者，就是會愈來愈順。所以你就是愛定甲恁朋友，就是講台語。講台語。對，我是感覺甲阿公阿嬤講台語。對，因為迄個開口甲迄個。對，迄上順誒。對啦，所以講你過來的作品，就是希望你有機會真正會使拄迄學台文字甲拼音開始。
对啊，想要问讲，所以安尼听起来，就是你会继续做台语相关的创作。对，我要甲台语继续做大，做好歹，我要做老大。你要盛喜老大，咱搁要去用版权，搁要去用盛喜老大，袂使唱，袂使。厉害啊！留甲无地嘛是厉害啦。盛喜老大，袂使唱有版权。安尼好，有版权咱行去用歌吼，咱唱一个10秒就好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是毋是要做台语，敢是有需要其他，就是一般甲流行音乐啊，还有纯华语音乐较无共款的资源？因为你即马其实已经算是开始咧做台语的创作啊，所以其实你知影讲即摆环境甲遐的物件。做台语的资源就是需要文化，对，就是含一个人。为细汉到大汉的文化有足大的关系。其实文化包括足济，你会记恁有一届恁的结婚赛，就是做在地文化。啊，鸦片伊就是做客语的物件。对。啊，其实文化即种物件，使拄语言啊，像伊讲的因遐的风俗啊，其实迄拢是文化。所以我细汉是跳宋钢琴的。宋钢琴。哦，安尼会当甲你的作品安尼做伙做结合啊。对，我迄阵原本迄场文化的比赛，我要唱迄个宋钢琴的。宋钢琴。宋钢琴。啊，因为鸦片伊唱迄个伊枋梁，就是因对伊嘛是因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。啊，我甲含迄个宋钢琴小可成。有淡薄仔像，我著想要较无共诶。要紧啦，未来阁有机会啊！未来阁有机会，其实宋钢琴，无要紧，因为其实恁台南，你敢有发现？你拄则你讲诶唱歌，你是唱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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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唱歌，唱歌，对，其实你讲诶这就是腔口差，拢有即种腔口差。我感觉台语。搁较好耍诶，就是写歌诶时阵，就是有即种唱歌、笑歌，啊，你会使看倒一个较顺，倒一个伫即句内底较顺，你会使。搁有迄个音对无？对。你有感觉用台语来唱？用台语唱起来较像迄个黑人咧唱英语。哦。台语诶。因为台语诶，迄就是音律啊，关加，是毋是比华语较济？对。国语诶，迄平仄较死啊。对，较幼。像咱台语有8音，你敢知？8音哦。8音。我毋知，这我毋知。其实教一个啊，动物咧，西好芭比，搞唱落。三底裤褂。人什么啊？人会偏直。人爱笔直。哦。人会偏直，其实这就是你看像华语才4音尔，1声、2声、3声、4声，其实咱台语有8音，对，所以其实唱起来迄叫啥？迄感觉较爽啊！较爽，较串。咱嘛有较侪词通好形容。对啊，我感觉因为看南部其实唱台语的老师歌手真侪，北部的。我无较少，一个镜头我算会出来。你即摆大机啊？你台语的？无啊，我即摆中机的尔。大机是大机嘛，校长，啊我中机的。所以像做华语的音乐，就是像迄编曲啊，你感觉敢有差？就是你做台语编曲。编曲哦。其实无差。无差，拢会使用。主要是你词家己调换安尼。对。好，安尼希望讲吼，你过来你会当有机会学台文字写拼音，安尼过来你会愈来愈赞。再甲你学一下。甲我学一下，爱甲阮白边是阮老师。后边学一下。做伙做大做歹，做伙做老大。好，搁要唱啥是老大？咱搁去红版权红歌，安尼袂当。哇，安尼听起来真正是无简单呢。是啊，就像我拄则讲的啊，母语保存已经是无简单，而且佫是用母语来做 rap 即种佫较无共款的音乐。真诶，阮顶一集啊，家己学白唱诶，拢感觉已经足困难嘛。对啊，但是吼，嘛是足趣味的啦，因为台语的音甲声调，就像咱拄则讲的，有真侪变化通好使用。
嘿啊，啊嘛希望讲头拄有讲到其他的母语的歌手做伙来唱 rap。有啦，我拄则有讲啊，鸦片，我拄则有讲啊，伊就是用客语咧创作啊，嘛是做新式的。安尼真赞呢！希望少年辈的朋友啊，听到咱即集的节目，会当加用母语来创作。是啦，那安尼咱无记则袂长啦，嘛会当结合无共款的文化。是啦，安尼就爱搁一届来感谢润少上咱的节目。耶！但是我有问题。耶！你有啥物问题啦？请问润少，今日敢有机会现场听你唱一段？哦，对啊，我嘛想要听。好，安尼我就献丑一段啦。好，来请了。哟，但是南部的囡仔，南部赶，咱住南部的庄仔阮上大。但是南部的囡仔，南部赶，伫南部大家拢知影阮是谁。但是南部的囡仔，南部赶，咱住南部的庄仔阮上大。但是南部的囡仔，南部赶，伫南部大家拢知影阮上请行。你有感觉伊唱歌开始了，伊规人拢无共款无？讲话时阵，这就是我厉害的所在啊！伊讲话时阵拢爱歹势安尼，啊结果完全无共款完全迄个自信安尼，态度就出来啊，规个都出来啊！哎呀，真正是足感谢的，希望讲你有机会啊，过来遮佚佗。嘿啊，一定会过来的。希望后一届来就是炸唱片来送我。哎，无问题。炸唱片来啊！演唱会嘛会使啦，演唱会嘛会使啦，我要去做迄后壁的迄个出声的来宾。我有出专辑，我一定送乌边白白一人一张。哦，感谢，多谢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著名人，请酒问，带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。耶！我要来啊！我的腹肚要什么？我的腹肚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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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。你莫安尼黑白讲话哦，等下过你从大家好，这是故事大家来。拍谁啊？是第三题这吗？没有，他现在即兴。哦，即兴哦。伊向想要问。哦，歹势。阮就是这么脱稿。好，不要紧啊，我袂记啊，袂记问啥。哇，安尼听起来是听啥？伊甲你拍哦，伊甲你拍哦啦。安尼真赞哦！希望少年辈的朋友啊，听到咱即集的内容，毋是听到你甲我顶来，反正伊拢安尼啦。没关系的。好，那安尼啦，你是创安怎？你要唱 rap 啊？